大家好，又到驚犬美食時間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位於尖沙咀嘅 The Grill Room。我哋 book 咗6點，好似冇咩人咁，但其實張台都係 reserved。waiter 先會俾個餐牌我哋睇，等我哋知道自己食嘅乜嘢。今日我哋係食和牛任食套餐，免費任飲紅酒白酒嗰種。首先嚟咗杯紅酒，都唔錯，跟住嚟咗2個蘑菇湯，好重菇菌味，跟住仲有薯條，都好香脆。唔少得嘅梗係有清新沙律啦，啲沙律好新鮮，跟住又有青口闊條麵，青口都新鮮，闊條麵都幾好食㗎。講咗咁耐，終於到我哋嘅重頭戲，佢就係我哋期待已久嘅和牛。佢呢度有2款牛，上面係牛脊肉，下面係牛冧肉。我哋比較喜歡牛脊肉，因為佢煎得好靚，出面有香味，入面仲係粉紅色，係鮮嫩嘅顏色。而牛冧肉方面，佢會比較重牛味，但係佢嘅筋比較多，比較難切。各款食物都試過之後，大家可以隨意叫 waiter refill。呢餐平均消費400元左右，食物質素非常高，而且有好多都可以任食，用餐時間90分鐘。我哋叫咗3轉牛，非常抵食㗎，大家都可以嚟試下。我哋今次試咗尖沙咀店，係中環店會有多一種牛選擇。食飽飽，又係時候返驚犬。下次見。